全国高中生可以修台大课程。这么神奇啊！你看有没有？全国高中生可以修台大课程。我是台大教务处，我数位学习中心副主任。你看，2022年8月宣布的。全国高中生可以修台大课程呢。那新营高中的、新国高中的、南光中学的，都可以修台大课程呢。茂壁高中的也可以哦。然后要是升学就要做好那个学习档案，要上传学习档案。学习档案记录，学习记录档案。